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30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南韩首都首尔的市长朴元淳昨昏传出失踪。南韩的警方找几暝，伫今日半暝饭店左右，伫一个公园找到遗体。因为伊最近有推出政策的压力，嘛互查某秘书控告性丑闻，外界又讲，这可能是伊想袂开行底路的原因。 伫吹十泡炸饭店，首尔市长朴元淳的尸体伫咧城北区的岳阳公园附近被找到。伊的查某囝伫咧吹到下昼5点外向警方报案，讲朴元淳伫中昼交代几句，敢若是后悔了就离开厝的，手机也敲袂通。警方伫咧透早发现伊的遗体。 7시간 동안의 대대적인 수색을 진행하여 7월 10일 00시 01분경 성북구 북악산 성곽길 인근 산속에서 사망한 채로 발견되었습니다. 警方甲消防队总共出动773人，也有警用狗甲无人机来找人。今年64岁朴元淳是自由派社运人士甲民权律师出身。 2012年补选选调首都市长，伊是目前任期上久的首尔市长，也被认为有机会参选2022年南韩总统。不过，伫最近因为不动产政治业务感到压力，也有秘书是女员工，佮怀疑性建校代迷途事件，外界又讲这有可能是伊自杀的原因。 그것은 구체적인 사안들은 앞으로 수사를 해봐야 되겠지만 현재로서는 특별한 타살 혐의는 없어 보이지만은. 향후 변사 사건 그 처리 절차에 따라서 심도 깊은 수사가 진행될 예정. 详细死亡原因也搁等待警方的调查。对性建校代，警方讲目前依然伫咧调查，告发者所讲的是毋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湾机械公会昨昏开会员大会，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全部拢有到位。 行政长苏贞昌讲，政府2礼拜内会阁提出2000亿的预算，继续拼经济。也毋过现场是常常出现青年6成联名的成员去抗议。请我们与会人员请尊重我们会议的程序来进行，请保持肃静。 6成抗议人士对记者入去会场向总统陈情，执政人员随间插离开，不过因继续伫咧电话抗议。 因是抗议伫咧六星园区的六桥入口工程也未完成，台湾高等行政法院也裁准停工申请。不过警方伫咧吹高早起举行开工仪式，法院也发声明，强调已经违背裁定，要求爱尊重司法判决。1、2、3 ，OK， 好。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除了蔡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拢到场。 业者趁机会，希望政府会当赶紧甲各国签 FTA， 并且启动新台币汇率服务性变达。苏贞昌讲会转达给央行总裁，也讲政府会伫2礼拜内提出纾困3.0，差不多是2000亿的特别预算。在蔡总统指示下，纾困3.0，我们要在2个礼拜内把相关的预算要编出来，经过行政院会通过，送立法院。 我们一定对各位，无论是薪资补贴等，或者人才留住的补助等，政府一定尽全力来帮忙。苏贞昌讲，国际疫情严重，冲击台湾的出口产业，未来还有一段困难的时期，政府会全力斗3工。有计伫23点行政院议会讨论通过了，随会送立法院审议。不过照时程应该是袂赴，希望立法院会当开第2遍临时会来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进行沙培馆7月15会使开始直接去邮局换买当开始开啊！邮局昨昏乘坐演练，目前咱全台湾也有1300万人无去注文。若是全去邮局换，安尼邮局的业务是真重。所以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昏嘛要求中华邮政爱成立应变中心。另外，伫7月18甲7月25这2天的拜六，邮局规工拢有开。 是280号跟281号，可是可能要等蛮久的时间。你要不要我们周6再过来？邮局内底4个拢是人，进行沙培馆要在15开放红买领书抓本馆。中华邮政初到进行发放沙培馆压力测试、沙盘推演各种状况。人若想做加开快速窗口，不过敢若是演练现场的路线就开来开去咯。
8个小时192件，大概200件，3000台来专办振兴件，然后乘以200，大概是60，一天处理量60万。即阵沙培馆有买人数超过1000万，全台湾有将近1300万人也未买。人恐惊拢会来到邮局买。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长，伊有估一件零柜爱用2分半，可能要20天才全部发得完。15迄天，民众摕健保卡甲现金1000块到邮局买沙培馆，一个人会使代领5分。人多时阵严加健保卡寄伫个柜台，迄天较晚再来领券。另外，邮局更加在7月18甲7月25两个拜六加班，规工开放民众买领券。并身份证上买一个号码，单号135，双号24来购买，拜六就无分单双号。我们预期大概前2周是人潮最多的时间。那我自己之所以到邮局领，是因为我是交通部嘛那我们所属的邮政公司在办理这个业务，那我也想说去体验一下，事先收件，然后一起办理，或透过跟村里长的合作。财政部初9也宣布，沙培馆绑定台湾配，前30万名的回馈金对原本300提悬到500，30万名了后为前200块，头一摆100块是无名额限制。获得200元的这个回馈金，也就是这个完全是没有名额限制。进前有大东部路反映到邮局路途遥远，买无方便，令振兴馆出现城乡差距。林佳良讲，偏乡地区会用另外办理，经由村里长统一收件发放。15发放迄天，也是中介收入户甲新兴中介者领取补助日子。伊支持中华邮政成立应变中心，确保沙培馆供应调度充足。记者综合报道。那振兴沙培馆，文化部体育署客委会嘛拢有推出家己的好康，输人唔输阵。农委会嘛宣布要推出500万份，1分25的农业旅游券，爱先登记才抽口啊，会使摕去买农渔产品。希望民众拢来交管社会，农委会辅导各地农家妇女成立的田妈妈，烹出一盘搁一盘的料理，地糕也有煮米饭，8项菜原价4000块。7月15沙培馆开始使用了后，一百3000块就吃会到咯。前半年我们没有收到的营业额，可能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收到的，就是趁这一次机会把这一些补回来。每像这摆沙培馆上期，农委会增加推出500万份250块名额的农游券，本国国民甲非本国籍的牵手拢能适用。初9下晡3点到18透早上网络登记，7月14甲7月19分2摆来抽出，中签的人会收到简讯通知连结，摕到 QR code， 用到农委会认可的农林渔牧业者社会使用。另外，民众这到农业场所买限定优惠商品，亲像福地，每晚1500块，另外加上农游券1张，3万为止。如果家里有国小或者是甚至幼稚园的小朋友，那你当然也可以帮他们直接在那个手机上呢直接代领。今民众若是无智慧型手机，其他家属用单位登记，上最2张。农游券一摆使用袂收钱，必须爱看乡镇市区使用，并且伫个简讯通知迄天起60天有效。我们的农产品的平均的一个单价跟其他的产品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才用250块来设计。250块，如果你去买1公斤的月光米，那刚好1包。那我们也希望说，到时候消费者可以再多加码。预防券、客庄电子旅游券、动资券，即阵又阁有农游券。各部会推出优惠要抢商机，不过各部会拢有各个网站甲时程，也全部是限量，引起部分网友质疑。政府为安怎无法度一摆甲整合起来，不过这麻烦，到底是伫咧考验什么人呢？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伫行政院会讲，政府会阁提出2000亿个纾困预算来救制造业、观光业甲运输业等等。2礼拜后，这条钱就会拨出来。那加落去，蔡政府执政以来，特别预算已经有1.4兆的规模。来看《苹果日报》，台湾高铁洪亚公董事长江耀宗、总经理郑公远，2007年时带头讲要减薪水减一半，结果实际上高铁有另外编奖金加减去的薪水换手阁补回去，互外界质疑偷食步。不过高铁表示，拢有遵照交通部的规定，所以一切合法。而且董事长甲总经理的薪水，甲一般的大公司比，无加较悬。来看《自由时报》，根据国健署上新的统计，咱台湾的国中生有性行为的比率是5.7%，查某阁比查甫也阁较悬，而且有4成的人拢无避孕。
高一这连续假期，塞车真侪人是塞甲惊着。交通运输学会建议政府，高升在管制嘅路段爱变济，而且时间嘛爱悠长。往宜兰的高速公路爱实施分流管制，甚至应该甲过路费起10倍。五一节假期的时阵，疫情转好，民众因为伫咧厝内踮真久，所以出来佚佗的人变真侪。国道5号头一天塞车连续超过30点钟，引起民众的批评。交通部委托运输学会分析甲检讨，学者建议讲，实施甲交流道封起来的措施，而且扩大高升在管制的路段甲时段。另外，应该修法拍破国道通行费率2倍的限制，国道5号通行费应该要调悬到10倍以上。在我觉得至少要提高10倍以上。我觉得有2个，一个是天花板，一个叫地板。天花板10倍，地板呢就是我们的20公里免费的部分，在连续假日的时候应该要可以酌予提高。学者嘛建议讲，伫咧国道5号实施单双号车牌分流，或者是注文的制度，鼓励民众会当家己上网登记要出发的时间，还佫有要行的路段，互主管机关会当掌握车流的动态，而且透过台2、台9线达到分流的效果。毋过有民众听到通行费要调悬10倍，是感觉起伤济。我觉得10倍的过路费就是太高了，会让民众对于政府没有那么的满意度会下降啦。一般有3个通道的话，还有2个通道是一样的价钱的，可是会有特别灯会加高它的收费的。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如果他愿意多付多一点，就会速度快一点。这只是方法之一，在这一个高速公路的这个就是疏导的措施重点在于减量跟分流。学者指出，若甲平南石碇的交流道封起来，会当减少25%的车流入去主要的车道，互时速会当维持伫咧60公里。佮配合大客车优先通行的措施，会当确保主线的交通较顺利，会当鼓励民众坐大众运输的工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太平洋的高压阁增强，虽然台湾这几天的天气会真稳定，咱来看云图。今日各地大多数是多云到好天。高温烧热，会知影伫南部甲中部的沿海，水网有短暂阵雨，也毋过落雨的机会已经比昨昏佫减一寡。过到了后的西北雨，会落雨的所在嘛变少啊。主要是西北雨会落雨的所在是伫山区、大台北的东边、甲宜兰外山区的平地。若温度的方面，同款烧热，紫外线指数嘛真强，高温普遍伫33度到35度以上。其中大台北、花东、高雄、屏东南投、彰化甲云林，都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爱细日透小风，今仔日高温的灯号拢是柑仔色的较济，是真烧热的一天。花莲水水水尾的武号大地附近的国家森林，最近东边的山坡地开始咧崩。林管处是烦恼讲会发生大规模的崩山，所以目前先封路，禁止人车入去。经由空翕机对管的所在翕落来，画面看到花莲水水乡武号大地21号国有林班地崩一片真大片，由下面就是种密芳红地武号村，附近民众真烦恼。林管处也已经将上山的产业道路封起来了。是会担心，因为这中间都是槟榔园嘛，它要滑，它就整个都要滑下来这样。开始发现位的时候，到现在已经差26公尺了，没有特别的那个需要不要上来。根据林管处委托城大调查，即阵已经超过10公顷面积山坡地，处对下骹内，并且每工平均5-6米里。伫山顶上，林管处讲，即阵未对山脚的村庄造成威胁，不过必须随时注意。整个滑动的土体的量大概有300万方，它的影响范围还是在山区里面，所以并不会对社区造成立即的危险。另外，崩落的所在下面是武号净水厂的集水区，若是水源受到影响，对着在地农业一定造成影响。对此，林管处已经在6月完成相关的查排水工程，并且对附近的地质监测钻勘随时发布防灾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最近落大水雨，嘛传出灾情。根据统计，江西17个观测站累计的总雨量已经超过805毫米，占全中国的46%。江西的灾情真严重，有人家厝规个户大水冲了了。伫咧中国江西盘阳县的一间人家厝，去互大水规个冲到倒去，无到5秒钟的时间，就去互大水淹去，场面是真惊人。好在在当地的民众已经提早撤离，并无人受伤或者是死亡。中国最近受到大水雨的影响，长江流域几个所在出现灾情。
根据统计，江西省初8到初9，拢总14个测站点，测到累积总雨量达到805.5厘米，占全中国的46%。好的，谢谢了。拉近。会使讲是中国要一半的大水雨，拢集中落伫咧江西，地属江西的灾情真严重。番阳关部分的地区，规个拢做大水，袂少人家厝崩去，桥嘛歹去，也是有袂少村民踮伫咧淹水的村庄内底。所有人员冒险出动手灵艇去救援，看到家己的厝甲故乡变甲安尼，因是讲甲后甜。因为这里一片村庄。也是我家里。大雨地属崩山，贵州东仁松桃县发生真严重的土石流，走抓有差甲200公尺。因若水崩山是有900公尺远，造成4个村庄至少507个人受灾，也佫有真侪人失去联络。空翕机翕到真侪厝拢崩去，毋过雨敢若是还落无歇困。外界烦恼讲后一波的灾情会接续过来。现在河道呢是已经形成了起升上，不停的向下滑落，而这也对河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影响。乌北部黑市花桥镇是出现崩花，长度有40公尺，造成水尾有1万多亩的田，也佫有4个村庄受灾，政府赶紧透明抢救。现在经过昨天晚上我们官兵们和我们地方的这个工程机械合力配合，经过一晚上的奋战，目前已经剩余的溃口将缩小至现在接近不到20米。小心一点哦！福建南平武夷山市几个所在连续拄到大水雨，水流是真急，也佫有车浸伫咧水内底。搜救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顺利甲民众救出来。当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风景区嘛已经全部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增加，而且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00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无新的病例，共款1449例。若伫中国的病例是83000多例，香港有1300多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21万例，巴西超过175万例，印度超过76万例，俄罗斯是有70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超过30万例，英国超过28万例，意大利有24万例。美国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在炭烧，确定病例已经超过300万例。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要求地方的学校要照时间开学。美国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伫咧初7达到300万人，而顶个月超过200万人的时阵，敢若过28天，累计造成13万2000人死亡。美国初8一天内又搁新增加59000个病例，其中南部的情形真严重。德州甲佛州各一日拢破纪录，新增加89000例，加州新增加7800例，全国连续2天新增加死亡的人数超过900人，是6月份以来上悬的。We had the 4th of July holiday, and a lot of people did not listen. A lot of people went out. More likely than not, we're going to see those patients come into the hospital over the next 2 weeks. 路易斯安那州初8新增加约2000例确诊，有95%拢是社区感染。州长讲，顶个月防疫效果是已经放水流。亚利桑那州的加护病房空的病床数量是创下新低。佛罗里达州有42间病院，加护病房已经住到满啊。加州过去2礼拜加护病房入院的人数增加34%。疫情已经真严重，总统川普初8也是敢若无要无紧，要求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放令标准，互学生伫咧秋季新的学期重新搁转去学校上课。伊普文讲，西欧、北欧甲真侪其他的国家拢已经恢复上课，无啥物问题。抑搁讲地方若无要配合，伊可能会减少联邦补助的经费。副总统潘斯讲 ，CDC 后礼拜就会发布新的指导原则。毋过，包括加州甲纽约州长拢坚持学校安全中心开放的标准，无想要食紧动破碗。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初8是对疫苗甲药啊研发的进展表示真乐观。There will be trials that will be going into phase 3 sometime at the end of July, and then others will follow in August, September, and October. The early data on these trials have us have a cautious optimism that we will be successful, at least in developing a vaccine with some degree of efficacy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beginning of 2021. 美国民主党籍总统参选人拜登初8真大力批评川普，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也佫有失业潮，讲领导是完全无路理来，种族的分裂是愈来愈大。
美军伫咧海外面临着性命的威胁，这个时阵国民需要一个更较强、更较安全、更较公正，而且更较统一的国家。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嘛已经宣布明年7月份要正式退出 WHO。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批评 WHO 伤过政治化，而且真假路。那美国退出 WHO， 敢会影响咱台湾去参加？咱外交部是表示讲，咱要参加 WHO 的目标未改变。美国政府正式发文予联合国，宣布2021年7月初6就要退出世卫组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伫咧记者会顶悬保卫这项决策，更加批评 WHO 长期的腐败甲政治化是有史以来上界无能的组织。The president has made very clear, we are not going to underwrite an organization that has historically been incompetent and not performed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of corruption and politicization. And it's not that it doesn't get some pieces of their program right, that's certainly true. But on balance, this organization has not been able to deliver on its core mission for decades. 蓬佩奥搁在当批评中国暗砍疫情的事实。美国伫咧疫情应对方面，同款是伫世界带头的地位。也若是 WHO 的特使纳巴罗伫咧接受专访的时阵，对川普的决定是表达艰苦。伫咧去访问着讲，中国甲台湾为着台湾加入 WHO 的这件代志关系真紧张。敢是有可能促使川普退出 WHO？ 伊搁再表示，台湾无法度参加袂当怪世卫，而且讲 WHO 无看重台湾年册经过批，这个讲法是毋对的。只是美国即马退出，敢会影响台湾参加 WHO？ 外交部强调讲目标无改变。因此，我国推动参与 WHO 以及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不会改变。我们会全力争取更多的国际友人来支持并且认同台湾的一个提案。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注后续发展。也若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秘书长改选拜三结束，拢总有墨西哥、韩国、埃及等8国家提名，已经有候选人的阵营甲台湾联络，希望得到支持。外交部嘛表示会掌握上新的情势，但是台湾驻 WTO 代表这个位目前是空的，人事会搁再经时间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那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嘛有批评中国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让香港的自治变作空嘴保鸡，嘛谴责中国甲印度边界的冲突是中国对印度的亲门大户，嘛讲为着国家安全，美国打算禁止美国人使用中国的软体 APP 抖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在记者会上大批评中国。进前伊接受媒体专访讲，美国政府正考虑禁用海外版的抖音、TikTok 这中国的社群媒体。蓬佩奥搁再讲，这是甲美国的国安有关系，政府会采取作为保护美国人民的私人资讯。We have been engaged in a constant evaluation about ensuring that we protect the privacy of American citizens and their information as it transits. So this doesn't relate to any one particular business or company, but rather to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而备受争议的港区国安法在6月30开始实施。蓬佩奥批评北京答应香港50年不变高度自治，敢若过2-3年就论做空头支票。对着Google这社群媒体不爱甲用户个人资料交予港府，伊是真懊恼。I want to give kudos to Googl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refusing to surrender user data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ther companies should follow them and do the same. 对着印度、中国2国6月中发生边界冲突，造成20名印度军人死亡。蓬佩奥批评中国做出侵略行为，北京一直挑起邻国的领土争执，全世界不应该允准这种欺负的做法。The Chinese took incredibly aggressive action. The Indians have done their best to respond to that. I put this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his behavior throughout the region and indeed throughout the world. 尽管对着蓬佩奥肯定，一份对着面册2年来民权记录的外部稽查报告表示，面册做过几项决定，包含对演算法的偏见、内容审查甲广告做法等，拢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挫败。亲像政治人物无需要接受事实审查，就算美国总统川普拿到错误信息，面册执行长萨克伯格却是以言论自由允准这内容存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去看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也伫滚价，甲中国小外的哈萨克煞逼出不明原因的肺炎。顶半年已经造成1772个人死亡，死亡率比武汉肺炎也搁较食力。
美国国务院正式批准备予咱台湾爱国者3型飞弹演习案，总金额是6.2亿美金，等于新台币182亿。这嘛是5月中了后，美国佫一摆通过卖武器予咱台湾。北韩的媒体曝光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相妹金宇正，伊表示讲，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只是好着美国，无好着北韩。啊，不过若要见面嘛是会使，嘛无排除佫见面的可能性。中国通过香港版的国安法引起世界关心。中研院学者吴介民伊是认为讲，香港版的国安法就是要切断香港甲民主国家的往来，而且后一步就是要甲咱台湾吃掉。香港版的国安法内底嘛有写着台湾，所以即嘛咱台湾人去香港会真危险。时代革命，时代革命。真侪台湾民间团体也组织支持香港的救援设机来奉行港警的国安法救援设机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其中施行细节佫是对全球设管辖权引起批评。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表示，港版国安法是中国去逼人清灰切断香港甲民主国家联系。一旦等到柏林围墙如果真的盖好之后，这个压迫体制就会稳定下来，整个香港就完全被中共控制。他下一步就是很多人现在担心的，他收拾了香港之后，就是开始要明确的剑指台湾。吴介民认为，美中对抗下，正造成冷战局面，香港就是战场，西方国家对香港态度较粗信号不够明确，中国可能开始继续扩张，关系台湾民主自由未来。台湾应该伫咧支持香港国际队扮演连结角色。香港局势变化，把它当作一个契机，让台湾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一个新的节点跟中心。港版国安法内底佫讲到台湾，授权香港警务处长影响国家，或者是台湾政治性组织，或者是代理人，要求提高伫香港活动甲告知，是毋是将来台湾人到香港有风险？行政表示会讨论是毋是要提醒，或者是规范公务人员。公务员本来就会有我们内部的相关规定哦。那至于港版国安法订定之后，是不是应该进一步的去提醒或规范哦？这一部分政府会进行必要的讨论。总统蔡英文表示，会考虑对港版国安法提出反制措施。根据了解，政府已经将后国严密监控几件技术强调伫台湾发展组织诱使台湾高科技机密者相关的案件，必要的时阵会收网掠人，达到协助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汉光演习发生冰船的意外，昨早起海军伫屏东演练，啊，毋过进前发生意外，迄部分演练拢取消。目镜抓直升机甲 F-16战斗机伫咧空中做暗号战术 ，AAV 怪两车突击车也由 M 南暗号上花。汉光演习有演随后早起所到屏东角落长海埔，以攻击军加防卫军进行联合两车作战操演。因为吹沙伫桃园园海峡进行训练操演时阵，发生突击船冰船离世一名位的意外。虽然早起取消突击船的运动科目，操演依然进行。它还是这个按照原来的演习科目，那仍然进行。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样因噎废食了。一直到昨晚，今年强军已经派军机14遍侵犯台湾的范围空域。面对对岸的威胁，操演并无因为顶礼拜意外取消。军事专家认为，两者之间无相大的关系。解放军它的绕台，或者在我们防空识别区出现更多的这个飞机的活动，那应该不是针对台海形势，主要是应对美军的活动而来。我认为是没有一个相对性。第早起联合作战操演顺利完成，不过依然发生意外，有一架渔船无顺利走入去演习的范围，军方赶紧派巡逻艇介护伊离场，并无造成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环保团体不满长久以来高雄拢用工业的发展去牺牲环境，所以呼吁3个市长补选的参选人要提出环保政策。高雄人的命也是命，高雄人的命也是命。一张黄色的高雄市用画地图，顶悬有真侪石化工厂、恒大发电厂，还佫有大拿埔工业区。因为不满高雄长久以来重工业牺牲环境，住伫咧工业区的居民年久月深，受到空气污染的影响。即届高雄市长补选，煞看袂到对环境的政策。
南部反空污大联盟带大拿埔、甲林园的居民，还有小林村一家人上北开记者会，控诉讲高雄人的命嘛是命。长期的环境就像在炸弹底下生活，随时会爆炸。那林园也很特别，有一项补助就是得癌症的有补助。去年我才回来住一年左右，我的去年去开刀就是肺腺癌，就被征收一次了。50年后，今麦讲要搁起一个新材料循环园区，要搁来抢我们的土地。大拿埔工业区长年以来去予大拿发电厂、中更等等的厂区包围咧。108年，行政院协定大拿埔会当迁村，而且启动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全国循环园区就是石化专区，高雄人愿不愿意呢？那高雄以后有多少个地方像大林埔这样子要迁村呢？环保团体强调讲，高雄人要爱的是清气的空气甲水。呼吁高雄市长候选人提出前瞻性、环境健康的永续政策。今年8月初9是莫拉克洪灾11周年，嘛是高雄市长补选的前一个拜六礼拜。南部反空污大联盟伫这一天展开反空污的大游行，嘛是接续初八伫台中的反空污游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立法院昨昏继续进行考试委员被提名人的审查，朝野立委拢甲重点放伫甘要废掉考试院，要求被提名人爱表态讲互清楚。初9立法院会审查9个考试委员被提名人，在野党立委拢针对废考监的议题，要求市委被提名人爱明确表态。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是大动作，爱在场的市委被提名人全部上台举手表达想法。请问你们的态度是不是赞成？不赞成的请举手，还是没有意见？我们给你们问卷，你们也不回答。现在问你，给你们机会，请你们举手一下，也不回答。那我不知道各位的态度是怎样？这样怎么会适任考试委员呢？5个市委拢点支持，也若全体市委被提名人，嘛因为无互时代力量党团正面的回应，去用批评。伫咧市委被提名人当中，江屯妈妈也就是台大教授周连香，和部分的环保团体质疑讲，哪享受政府的资源，搁哪做开发单位的顾问，并无适合，正做立委真接点名的人选。案子的沟通过程中，有造成蛮多的误会。不光实话，我要再重申的是，我是扮演球员的角色，我不是裁判。你拿政府的经费去做这个调查，原始数据你愿不愿意公开？但是我们研究的成果都在林务局的报告，成果不是原始数据嘛？你这讲什么话呢？另外，市委被提名人陈金星所属的基督教长老教会，伫咧大选挺蔡英文总统，嘛去予外界质疑讲提名有后下意思，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教会甚至不知道我被提名啊。以前就希望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改革啊，我自己没有想到会被提名。立法院会伫咧初10行使考试院人事动议权投票，不过民众党已经表态无要参加投票，会全力推动废除考监的修宪案。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台北市长郭文铁怀疑讲，哪有可能有人会使甲台北坐军一个月1280块坐烫海月票坐到1万外块，爱交通部去查，即马查出来啊！坐超过1万块的有3张，2张用咧坐捷运，1张咧坐公车。啊，若按照路线来看，就是一直咧坐车、落车、搬车，并无违反什么规定。顶大台北地区捷运或者是公车，一个月1280块，等无限次数凊彩坐。啊，不过也不是会出现坐价超过1万块案例，互台北市长官提真好奇，甚至怀疑是毋是有人利用这份来送费，要求交通局爱调查。结果公共运输处查到，今年坐1万块就3张。频率比较常出现有3张卡，其中2张卡是坐捷运，1张卡是坐公车。那它主要就坐捷运，它可能会在坐板南线，然后在板南线的中间站也会上上下下，然后可能到端点站也会坐到端点站这样子。根据了解，去年一个月上只有7个人用1280块电器票坐破1万块，啊不过今年人数下降。材料轨迹、时间甲连续性发现为早起甲暗时，初步判断毋是复制卡使用，啊不过也毋知伊使用目的，而且电器票包含双北、以长距离通勤，佮加上公车转坐。交通局指出，使用金额超过3000块，占2%左右。平均大概28万张左右，超过3000元是占在我们这28万张里面大概几%？大概2%。一向就是看到健康，无看到崩康啦。你的心态就是，你不愿意让市民占便宜就对。
极端的案例两边都有，不是只有花到1280的人有。那如果你要不要去调查有人买1280，但是他可能这个月只打50块的？用超过3000块公特别查，引起纳入市议员批评。不过公运处指出，因为明查雇主无法度判定大地点，也无违反电机票使用规定，同时提醒民众，而且配合合理使用电机票，避免浪费公共资源。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中的逢甲商圈有一个手机的充电站，开钱就当充电。即摆发现有人讲，那亲像超工在收发票，一届敢若充电1分钟，因为有开钱就印1张发票，连续印出200张发票，发票滥散开。即摆国税局嘛专工去调查。手机无电啊，今日这间自助充电站只要以手机 App 连接了后，就能提供充电的服务。时间长短家己选，上加每分钟才1块。完成了后，佫会自动印发票。不过，数人发现因分配绩效，连续印200张1块钱的发票。就是我们不会去限制，那也没有想过说会有客人就是会1分钟1分钟这样子按。但是发生在6月初，业者被国税局约谈说明，国税局认为店家违反应税法甲统一发票使用办法，因为顾客是伫拄达了后，佮连接 App 使用服务，不过拄达的时阵就应该开发票，毋是顾客每一摆使用了后才印发票，所以将7、8月份的发票限额减少到500张。付款的时候呢，他就要一次交易开立1张发票。那我们目前呢，根据他的会员的人数大概150到200之间哈，来估算他1个月的使用发票的数量配号给他。不过业者解释，因是以服务实际发生金额开发票是针对每一摆消费行为，无法度限制顾客做法。5、6月都开出将近1万张的发票，即嘛根本无发票通开。现在是已经完全用完了，我们就只能客人有来消费，就是跟客人讲说，哦，那可能到时候有发票的时候再请你回来拿。国税局以会员制评估，充电站的会员差不多100多人，7、8月份500张配额有够啊！要求业者改变开的方式，才能避免洗发票，甲无适当消费方式产生发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台南，台南有一间开超过50档，已经开半世纪的剃头毛店——太平洋大平洋的理发厅，因为袂堪迄市场的竞争，决定7月19开始卖收起来啊。因为真侪人对老店有感情，所以区公所嘛决定办一个展览，让民众好好消念。今日去台南中西区的大平洋理发厅内底，几排长长的理发椅看起来是真有气氛。不过人客煞无济，一阵年会平均70岁理发师傅，敢来当拿整理拿等人客上门。但是看壁顶面挂一挂30年前的相片，才请营时阵是有27位理发师傅在替人客服务。做工会做了，有爱来插牌啊，这就是阮咧排班的牌啊。这有哪有一个啊？我个是同款的头家。对啊，对，头家了知影。大平洋理发厅是伫1966年创建的，上早店面是伫咧新美街，最后定建伫咧民生路。过去请营时阵，店内底加头毛的椅仔数量捌是全台南的第1名，佫有特别的台中式洗头毛槽，是啥真侪民众想要来体验看卖。不过因为现代快速加头毛店哪来哪济，老式的理发厅豆豆没卖。经过真久的考虑，理发厅决定要结束营业。因为阮啦含客人拢会互动啊，大家袂输家己的朋友亲情安尼啦，大家拢做互动的啦。要结束啊，阮大家拢嘛会不舍啊。整个一个器具一个展示，好，然后包括说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体验，最后就是在当天那天我们也会有个纪录片的一个播放哈。老理发厅要关门，大家拢真唔甘。为着这件代志，区公所决定要举办理发厅系列活动。会伫初10开始，展示老师傅的计时头啊，用加几口水手展现老师傅的技术，欣赏纪录片等等的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感受台南传统男士理发老店的技艺，佮有厚厚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新港的乐龄学习中心，唔拿训练阿公阿嬷做志工，嘛请老师教因安那熬加几啊。人讲老人囡仔性，这阿公阿嬷嘛拢算甲真欢喜。嘿，莫惊嘿，别。
用鸡龟仔凹做花的形体。自本有一寡阿公阿嬷听到鸡龟仔奇奇怪怪的声音，就会挡袂牢。不过，伫咧老师一步一步带领之下，中华新港乡乐龄学习中心的长辈，即阵总算克服对鸡龟仔的惊吓，会晓做花，嘛会晓做帽啊。嘿，假二送哦。嗷送哦，女朋友。我咧行行，我到尾咧坐个背哦，我袂惊哦。嘿啊。新港乡乐龄学习中心为着要实现，互长辈会使踮伫咧故乡拥有的这个目标，也希望增加长辈的信心甲活力。即阵除了举办活动，佮邀请因做伙做志工，引导因为参加活动的过程学一寡技艺，再佮互因舞台去带其他人做活动。长辈咧来学这个气球，学咧。听讲过来教人，互因咧增加因的活力，更有活力。新港乡乐龄中心表示，即阵互人叫做是高龄志工的人，年岁差不多65岁左右。不管是甲人画图、办展览，或者是讲和生死离别有关系的故事，长辈就是带领大家做活动的主角。阿公阿嬷做志工，分享因行过的路，增加未少信心，也实现食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鼎青山庄内底有2张100年的奶枝树，因为今年大出，所以专工开放民众家己去挽奶枝。开放迄一天有200人去参加，现场闹热滚滚。一群人向前走，这是台中潭子区的德兴山庄，内底有2张100年的奶枝树啊。今年是大产，所以特别举办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挽奶枝。活动一推出，200个名额，随互人笑了了。哦，不要吃刺激。啊，大家一起来咩？今天踩得开心吗？开心吗？开心。挽奶枝的时间干那15分钟，大人囡仔拢真认真，有人爬去树仔顶，有人做伙合作，一个人扭树枝，一个人来挽。活动的过程是真热烈。这个荔枝树呢，它今年长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想说，像去年荔枝大家是不太丰收的，那今年有这个情境呢，是不是我们就让它跟社区民众、跟市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特别为了这2棵我们保留的非常漂亮的荔枝树呢，就让社区的民众还有这个市民小朋友们呢一起来参加。德兴山庄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要挖3000倍，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来客的数量是减真济。不过后疫情的时代是来啊，过来旅游是真受欢迎，园区嘛举办活动，请大家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朝鲜军舰伫去年入侵咱台湾，即马专家已经找到天敌啊，所以即马要伫花莲汤手开始生产。一片一片的假成卵，平常时会当用来防治款卖名。即马佫加一项新的工课，就是会当解决去年入侵台湾秋兴军舰的问题。雌有奶蜂产卵在那个卵里面，那幼虫孵化出来后，把那一个卵内的物质全部吃掉，不会孵化出幼虫、毛毛虫。所以它既然没有毛毛虫，它就不会去吃所谓的一个植株，不会造成植物的一个危害，那达到从源头就阻断它的一个危害。这种赤白卵架生芳，经过研究发现讲，除了番麦名以外，也佫会当架生伫咧秋兴菌虫的卵内底，为源头达到生物防治效果。一片差不多会当孵出1000只架生芳，按算1公顷放160片，规个番麦生长期放4届，以花莲1000公顷的番麦园来看，差不多需要64万片才有够。若是要扩大到全台湾，会需要佫较侪。目前研究的成果对农民来讲已经是真好的消息。从小颗就开始吃到什么？现在连1米穗在吃，有寄生蜂，它可以随时在保护着那个玉米。其实就我们这样1年观察下来，大部分的玉米田都只要种下去，其实都多少都会有发生秋兴菌虫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就是帮农民抓好这个防治的时间点。目前赤白卵架生芳的卵片，敢若花莲糖厂有咧生产，即卖已经投入自动化机械研发，希望未来会当维持1年20万片以上的产量，才会当阻挡秋兴菌虫的灾情。记者综合报道。2当前，伫绿岛的海底有设一个全世界上深的海底皮桶。2年来，拢总有34000多张皮对这个海底皮桶寄出去，嘛因为这个皮桶吸引侪游客来行打，加有真侪观光客。台东县政府2018年伫咧绿岛石浪的海底11公尺半的深度，设立世界上深的海底皮桶。今年6月中，等头一届搬上花生等完成，佮重新落海底安装好势。
顶礼拜暂时做游便士的潜水教练落去海底收批，批桶内底的批是已经填满满，伊要替游客寄出去。即届收到累积2礼拜的明信片，有300多张，摕上花了后，阁有专认真顶真用布切的，内服搭才会当送去邮局寄。收到批可能要1礼拜。因为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鱼的鳞片啊，或是海草啊，然后这个都会影响他们就是那个晒干的速度。绿岛乡公所统计，海底批桶这2年来已经寄出34000多张防水的海底明信片，连带创造旅游消费6000多万的商机，成做绿岛真重要的观光资源。真侪游客去绿岛，都会想要寄一张海底的明信片，给亲戚朋友一个特别的祝福。绿岛的海底油桶是全世界最深的油桶。我用自由潜水的方式，一口气潜下去，给对方最深刻的祝福。我们也用豆丁海马来倡导我们海底资源的重要跟海底资源的宝贵哈。不过，头顶海马造型的海底批桶，若拄着风影上大的时阵，就无法度予游客落海底寄批。今年乡公所按算公开征求设计，佮打造一个绿岛特殊造型的海底批桶，放伫咧北边的海域，提供更较侪游客寄出为海底来的祝福。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要学台语无撇步，就是爱接听接讲。台南的台语话活动连续2个拜6礼拜，伫台南举办台语市啊，所谓大头看榜全部拢写台语文，买卖嘛拢用台语。上好啉的台湾茶来啉茶哦。下晡来到台南五园市市啊，这个市啊有啉的，嘛有食的。这边有古早府城的大卤面，遐卖是规粒的山野冰。你敢有发现，这的看板拢写台文，头家嘛拢用台语介绍。拢伫遐做，鸡啊、起面啊、树果，还有迄个鱼白。袂歹啦，会当推广这个台语的文化安尼啦，会当来了解一寡用传统的台语免哪讲。就是想要学台语，这位妈妈就带后生来洗市啊，也体验安怎洗鳄鱼。放入去水内底，放入去内底压落，出力落。陈小姐甲后生住伫英格兰，伫厝里主要是讲英语，也毋过全家伙仔转来台湾了后，伊就开始甲后生讲台语。转来3个月尔，我咧学啊，就是你家己讲伊拢听有啊，嘿。现场有足侪囡仔对这种东公仔车最有兴趣，拢是第一道耍这种古早的佚佗物仔，阁有会使体验安怎印衫。太好迄苗讲。白衫印出台湾点心的图甲台文，伫这搭推广台语文的，嘛有足侪甲台语的文字变成的产品。这毋若讲台语，阁会使写台文。台语其实嘛有文字，而且你只要讲会出来，就写会出来。阮会家讲台语，当然因着加减会讲台，就像讲，我调工做爱摇，拄就大家问讲，你一碗卖10块，我因为趣味啊。主办的台南古城联合工作室希望打造一个友善的台语环境，互百大世界拢会使一边耍一边食，大家拢来练台语，博感情，交朋友，嘛来感受台湾人的人情味。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开国档的时间，巴黎会展中心厝尾顶的农业园区第1期部分7月份已经开始启用，总面积是4000平方公尺。这片空地啊，每天会当采收几哪百公斤的菜色。伫巴黎第15区的巴黎会展中心，是法国规模上大的展场，也是一个大型的城市农场。场馆总面积有4000平方公尺宽的厝顶的空间，经过5年的时间改建。变做有机的果菜园，生产甜菜、草莓、토마토加烹调食物，种类要加20种。Sur ces blettes, et se font doucher toutes les 10 minutes environ par un mélange d'eau et de nutriments. 巴黎市政府这几年伫咧推动城市农经。巴黎会展中心这片建设区规划135个1平方公尺宽的小菜园，用1年328万的计数，做好迄寡想要家己种菜食的市民。还有一个所在委托予巴黎真有名的厝顶餐饮业者经营，民众细细会当食总部西自厝顶菜园办来蔬菜水果所煮的各种料理。50 barquettes de salade, de fraises. Et voilà, en fait, ces fraises vont se retrouver dès demain
dans nos restaurants, et principalement sur Vinci, le siège de Vinci Holding. Donc notre objectif, c'est surtout d'avoir des partenaires locaux. 巴黎会展中心的厝顶农场，目前所看到是第一期计划，拍算到2022年会扩展到一万4000平方公尺宽，到时会是欧洲大陆规模上大的城市农业园区。记者综合报道。中非共和国有一对2008年出世的连体查某婴仔，伫9点到3天之下，替因找病院做手术，一切拢真顺利。即嘛是两囡仔无念做伙啊！ 6月29號，媽媽抱咧，真歡喜咧握手的兩歲雙生仔姊妹艾維娜甲皮瑞斐娜班格羅，2年前出世的時陣，規個後殼是連做伙，200萬之一，真罕見的紀錄，就發生伫因身上。好佳在9點，甲因一家伙仔鬥3天，這對連體翁仔出世無偌久，就對因媽媽做伙去梵蒂岡的兒童病院做婚禮手術的準備。 Noi abbiamo avuto l'opportunità di seguire uno dei casi più complessi. Perché? Perché le bambine condividevano, oltre a un'estesa parte della cute e del cranio, delle strutture vascolari molto importanti che dal punto di vista anatomico si chiamano seni venosi. Quindi una struttura dove il sangue utilizzato dal cervello poi andrà al cuore. Naturalmente se questi sistemi non funzionano bene c'è un problema che si traduce in disastri medici. 班格羅姊妹啊，攏總做3屆手術，2019年5月到6月2屆手術，甲這2個囡仔製造獨立的靜脈引流系統。 Tutti noi nel momento in cui è avvenuto il magico momento della separazione eravamo col personale della sala operatoria. 因的媽媽對囡仔未來會走會笑，會當甲一般的囡仔同款來學習，是甲院方甲教廷表達上深的感謝。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泰國中部的華府里府一個所在有規定的高山啊，原本這頂高是當地真重要的觀光資產，不過這陣因為疫情的關係，無觀光客支持高山啊，全去點頭搶物件食，讓當地人真困擾。 規定的狗伫咧路邊走，為一個站十幾店的門口，想要搶物件食。就連廟的頂頂嘅人看到規排的狗。泰國中部的華府里府當地特色景觀就是狗誠多。因過受疫情影響，泰國實施居家限制，無遊客來，狗無物件食。要甲過頭的狗開始搶人的物件食，若是甲路籠佔條的，一個撞入去名體甲店的搶食的。 เราก็ต้องอยู่ในกรงถ้าเราไม่มีกรงเราก็อยู่ลำบาก เพราะว่าลิงจะเข้ามาตลอด 1ก็อย่างจระเข้นี่เอามาตั้งไว้ก็มันก็กลัวไม่ให้เข้าและอย่าง 狗遮多造成環境垃圾，一個佔一間遠去的電影院，甲放映室當作因的墓仔埔，甲死嘅狗踩喺內邊，不准人類入去。 เขาก็จะเอาซากของเพื่อนเขาเนี่ยหรือลูกหลานเขาเอามาไว้ที่ด้านบน 華府里府當局只好是啟動已經停止3年的政策，把這款狗綁起來，互因袂死。因用水果浸這款狗入去籠仔內，然後把籠仔送到獸醫診所，當手術了做記號。第一批拍算甲500隻狗當手術。 การทำหมันโดยการตัดท่อน้ำเชื้อกับท่อน้ำรังไข่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การทำหมันที่ถาวรนะคะ ส่วนการฉีดไม่ว่าจะฮอร์โมนหรือยาคุมเนี่ยมันยังไม่มีงานวิจัยมาแน่ชัดว่าฉีดแล้วเนี่ยจะต้องฉีดกี่ปีนะคะแล้วก็จะคุมประชากรลิงเนี่ยค่ะได้มากน้อยแค่ไหน 目前當地政府也計劃要成立狗的收容所，不過可能有民眾的反彈，將會先對有設地點的居民做調查，再決定設地區域。記者綜合報道。 關心天氣，今仔日各地同款高溫燒熱，紫外線指數嘛真強。氣象局早起有針對部分的縣市發布高溫特報，有機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啊，若佇東南部愛曬日頭小風，民眾出外愛加啉水，唔通去曝著。做伙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加27度，上懸36度。 中部溫度上加26度，上懸36度；南部溫度上加26度，上懸35度；東部溫度上加24度，上懸34度。
外岛的温度是27度到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天顺心，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元啊。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鬃有啥物无同？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鬃。做头鬃汉字写做做头鬃，罗马字写做知耳者，特鳌头，知肮脏，做。第3条，头第5条，鬃第1条。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像阮爸爸3不5时就会去洗头做头鬃，甲我同款。查甫去剃头，看是要剃平头、女乌头。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也是要加3分啊头、5分啊头，外国介时行的海角啊头，拢会使，只要家己介意就好。若是有留侪味，就要定定收，较袂插着目睭。有的人破平、破中央，也是破边啊，破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啊头毛。若伤高就爱拍补，会较清爽。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头，通常会先剪、收、洗头。若是要电头鬃，就用管啊、药啊落去电，看是要电大管的，还是细管的；要电好球，还是要电好直，拢有法度。啊，若要染头鬃，看是要染什么色，要染一撮。一片，还是染规粒的，会使做足侪变化。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去剃头，会使甲伊学了讲：1日剃头，3日烟头。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剃头了后，人看到较清爽、有精神、较烟头款。佫有一句俗语讲，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要做就爱甲做较好，有头有尾，安尼较好势。溜做头鬃，洗头，剃平头，坐眉，拍补。1日剃头，3日烟头。头剃啊，无洗敢袂使。有时若心情真歹，我就会去互人洗头，洗倒一个，换头鬃型，有好心情。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